古代集水溪的方向，你看，现在的方向在地头港的北边了。你看，铁线桥下来没有到下野毛港尾啊，到地头港那边去了哦。尖头港应该改为地头港，水加土那个地了，浪头港。有没有看到下营的左上角？尖头港应该是地头港，水加土，水加土，上面水下面土，念作地，台语也在南。你看水加的土是不是像那个烂泥巴？台语也在南，烂头港为什么水加土？那是古代是大风内海啊，大风内海的头港，你看。大风内海东岸，然后靠近港，靠近大风内海，所以叫头港。但是因为形容它那个在大风内海旁边呢，水土质松软，土质比较软的，这叫做烂了。脚踩下去可能会陷下去。烂头港，头了，土地的土了，然后变成烂头港。也有念作地头港，日文的音是南头口，哦。你看那土变成那个头，你看，烂土变那个烂头港，在大风内海的东边，你看那个柳营的王船祭典，柳营王船祭典呢，村庄哦，跟烂头港也有关系呢。烂头港的村民要到东边去，举行那个迎王的仪式呢，迎代天行寿的仪式呢。地头港的郡天宫也就是侍奉游王公呢，就是柳营代天炼那边请过来的游王公，代天行寿游王公，主神是代天行寿呢，柳营代天炼的游王公呢，后来又加上北边那个叫大丰南天宫，关圣帝君还有观音佛祖，就在南竹子角的西边。有没有看到大埔？大埔就是大埔了。它那个大埔有没有看到？那庙叫做南天宫呢。有没有看到天宝厝的西北边？左上方大埔大埔庙叫南天宫，主神就是南天文能圣帝关圣帝君。竹围仔是在麻油寮的西边哦。第位啊，竹围仔是在西平寮的西边哦。那竹围仔，南天宫的那个关圣帝君啊，还有观音佛祖出巡绕境的地区也有竹围仔。第位啊，竹围仔原来是在麻油寮的西边呢。麻油仔寮，简称麻油寮，西平寮的西边呢。原来是在那个位置啊，竹围仔是在那边的哦，在南边仔子港的北边哦。
你看那个顶头尖那个应该也是烂了，烂头港那个水加土，那个烂不会打字，都用尖来代替了。下草尖不对，是下草烂了。烂头港那个烂，查那个字叫地，头港那个地就是上面水下面土。对，你看到这两个地名，水饺的右边这两个地名，顶草烂，下草烂，烂头港那个烂，那把那个烂都打成那个尖字，可能以前没有办法造字，以前还没有那个字，有没有看到？下影的左上方有没有看到尖头港？应该是地头港，水加土啊，不做烂了，烂头港。那你看左边这边水饺的东边这边要顶草烂，下草烂，烂头港那个烂，同样是水加土。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打字，就打成尖，你看。大丰内海是大分区已居的，以前的集水溪的方向，跟现在经过地头港、烂头港北边了，下临在野那吴旗坑、五坑跟地头港啊，就在地头港的村北了。村子的北边就是紧邻着集水溪了。你看改道以后改成那个向西边去了，然后经过大埔、大埔南边啊，然后到什么水甲寮啦、仔子港啦、客家寮啦、铁港啦，然后再往西边到那个北门啊，到北门那边入海了。北门啊，好像王爷港，那边入港，入那个台湾海峡，到北门那边入台湾海峡，应该说入台湾海峡。市大区，大丰内海市大区，水甲盐水铁线桥豪宅港，不对，不是讲那个，他是说水甲是盐水港铁线桥豪宅港西连海岸之一区。市大分区是在讲水甲区，水甲比较西边嘛。看，大丰内海，你看有颜色的大丰内海区，西边水甲，右东北边盐水港，东南边你看毛港尾、中影，南边你看麻豆，西南边嘉里兴，更西边你看北门啊。新运，那是叫水甲区啊。大丰内海的地区，你看，大丰内海的地区，烂头港，你看，属于大丰内海的东边呢，那就是靠海陆相接的地方，你看，所以叫头港，你看，
海边的水加土土那个水分比较饱满饱和嘛，所以土质软了，湿软了，叫做烂头港。台语烂，先有台语啊，先有台语，然后才有国语的嘛。所以那个烂头港是从那个台语的烂头土壤的土，从那个烂头港变成烂头港，比较接近台语的音嘛。烂头港，烂头嘛，就是从台语的音变来的嘛，烂头。然后那个烂呢，现在说查字典变成地了，水加土，注音叫做地了，实际上应该念作烂头港，这样比较接近那个闽南语的音呢。烂头港，也有人写三点水一个南方的南，那个字也读作烂呢，是呢的那个烂，不是了那个烂。台语的烂是那个了那个烂。呢了那个了，不是呢了那个呢。三点水一个南方的南，那个是呢了那个前面那个呢。烂头港那个台语烂是呢了那后面那个了，不一样啊，只是相近不一样。你看水甲区、盐水区，你看水甲区、盐水区，毛港尾下营，含铁线桥，毛港尾下营含铁线桥。铁线桥就在下营那个16甲啊，中庄啊、中庄啊16甲。毛厝16甲叫红甲，16甲中庄啊，甲中。中庄啊西边，16甲东边，16甲的北边那是铁线桥，那16甲是属下营乡的嘛然后你看第4那麻豆寮，麻豆区啊，盐水、水甲、麻豆，有没有看到？麻豆配合道丰内海河有村落，你看毛港尾下东南边的，铁线桥东北边的，道丰内海东边沿岸的，上面铁线桥，下面毛港尾中营，那下营中营也是属于下营乡的，然后西边叫水甲，然后南边一点，嘉里啊，麻豆是南边，麻豆是在南边，盐水是在东北边，水甲在西边。来看地图哦，东北边盐水港，然后东边一点铁线桥，跟铁线桥很靠近的是地头港、烂头港，那个尖应该改成水加土那个烂头港，然后下营，往下，往南边下营，然后来毛港尾下营毛港尾，往南边，你看南边麻豆那海埔、慈王湖、海波堤翁户，海埔、慈王湖，你看海波堤翁户，这是靠近道丰内海的。你看古代的麻豆、海埔、慈王湖、海波堤翁户，你看，据说那个，你看进入道丰内海那个船可以一直往西边到那个北门南昆生那边，你看北门南昆生，你看西南边嘉里西，然后来水甲，不是正西方的哦，
西然后有点南的学甲，然后中州二重港，然后更西北边，更北边，更西边北门、科寮，西北边新温、过路仔。巴掌溪过路仔，过路仔比较靠近巴掌溪的